大家好，今日講春秋晉國嘅由來。君無戲言。西周初年，周成王年幼執政，一日同弟弟叔虞遊玩，隨手剪下銅葉，做成諸侯禮器玉圭嘅樣，開玩笑話：我將呢個分封俾你。成王本以為只係孩童戲言，但周公同士官就勸諫話：天子無戲言啊！君王一句說話都會被史書記載，絕不能隨便開玩笑。成王聽從勸諫，信守承諾，正式將叔虞分封到唐地，人稱唐叔虞。後來叔虞個仔遷都晉水之濱，改國號為晉，就咁樣一片紅葉，一句諾言，不僅誕生咗君無戲言嘅千古信義準則，更拉開咗春秋霸主晉國數百年輝煌歷史嘅序幕。